最近小人好多係咪啊？嚟，跟住我讀啦。天尊弟子步領天兵，賞善罰惡，出幽入明。嚟護我者，玉女六丁；有犯我者，自滅其刑。急急如元女勒令，戚，跟住咧喺前邊打個手勢，嗌一聲破，咁就可以破解好多小人噶啦，福身無量。視頻中邀請到許羅葉道長，係江西龍虎山天師一脈65代道長李大明嘅嫡傳弟子，現職無為浙江省蘭溪市道教協會2025屆協會成員，浙江省蘭溪市道教宮殿碧雲殿常駐道長，廣東省深圳市寶安區龍王廟常駐道長，亦受邀為香港特別行政區慈山寺2025年元旦蓮花燈叩神法會道長代表。許羅葉老師長期致力於傳播道教文化，喺道教法術、奇門遁甲同風水等領域有獨樹一幟嘅技術同技巧。許羅葉道長向港澳台甚至海外人士廣泛招生，如想進一步了解，請聯繫我哋。